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1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7天。前线共发生172次战斗，其中64次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俄罗斯选择了4个重点进攻区域：苏梅、新帕夫洛夫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苏梅州的进攻失败后，俄军损失惨重，俄军将军队重新部署到其他地区，那里的损失更为惨重。乌克兰武装部队大胆地对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军事设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打击。俄军在这个战争研究所所发布的最新战场地图显示过去1个月伤亡大幅增加，却未能取得任何战略进展，反而丢失多个阵地。乌军继续在波夫罗夫斯克北部区域挤压俄军的突出部的侧翼，弗拉基米里夫卡东南至少有5平方公里被乌军收复。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实现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对俄军包围行动，将俄军分割在3个独立包围圈内，且目前无任何撤退路线。此次乌军作战大量依靠无人机群，俄军增援部队和补给车队在抵达前线前就被绞杀。乌克兰地面部队收复331平方公里领土，含16个定居点，同时系统性切断了乌军阵地的补给线。乌军指挥官持续向已沦为杀戮区的地带派遣增援，当更多部队送入无人机掌控的天空的乌军控制区。此次合围以有效瓦解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进攻行动，将其计划中推进转变为防御性灾难。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的这个会谈中说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包围的俄军有1000多名。这个对俄罗斯空天军来说又有坏消息9月25日，乌克兰空军击落一架俄罗斯苏34战斗机，该战斗机在扎波罗热方向飞行时被乌克兰空军击落。该机使用制导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实施恐怖袭击。这个乌克兰方面没有说是 F-16还是米格29的杰作很有可能是 F-16又是超视距放完空对空导弹直接就走了。根据这个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他说在9月22号，一架 FPV 无人机在别尔格莱德地区袭击了俄军第128摩步化步兵旅参谋长乘坐的车辆，该旅参谋长受伤，负责后勤的副参谋长重伤，一名中士上身，另一名士兵生命垂危。袭击发生在季托夫卡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之间的道路上，也就是在别尔格莱德把128摩托化步兵旅的这个参谋长和副参谋长炸成重伤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他说9月23号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边防部队俘虏一名62岁俄罗斯老人，他一生都是一名起重机操作员，去年签署了一份合约，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怪手操作员。8月他突发中风，9月被派往突击岗位。这名俄罗斯老人在前线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度过了20天。面对指挥官的冷漠和对死亡的恐惧，他最终在一架乌克兰无人机的指引下向乌克兰的部队投降，一个人坚守在阵地上20天没有任何支援，只好投降。昨天是克里米亚峰会，也属是为了这个庆祝乌军对克里米亚和黑海俄罗斯的目标又加大了打击力度大家也知道，前不久乌军这个特种部队就是乌克兰情报局特工摧毁了这个克里米亚俄罗斯的这个2架反潜飞机，还有1架直升机，还有2部雷达，损失1个多亿美金结果仅隔了3天乌克兰情报局特工再次光临克里米亚，突袭俄军雷达站空军基地。刚刚乌情报总局通报攻击行动中摧毁2架俄军安26运输机与2座雷达。这个克里米亚简直是不设防乌克兰特工是就像自己家菜园门一样，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来去自由这叫克里米亚不设防。遭受攻击雷达站中除了一座地面雷达站外，另一座是为俄军跟踪海面目标的海岸防御雷达系统。显然这个最近几周乌克兰强化了针对克里米亚空军基地、雷达站等军
军事设施的打击强度。这个乌军啊还加大了对俄罗斯在黑海的码头的这种打击。首先是俄罗斯方面说乌克兰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袭击了新罗西斯克。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当地政府称9月24日白天，乌克兰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袭击了该市，据称造成人员伤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长康德拉基耶夫和新罗西斯克市市长克拉夫琴科均证实这一消息。这个新罗西斯克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他已经在那个原来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被炸得待不下去了，所以只好转移到新罗西斯克这一个黑海的一个小角落上，结果还是没有逃过乌克兰无人机的和无人艇的打击。这个新罗西斯克港非常重要也就是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石油运输至全球市场，也就是这个中亚石油都要走这个新罗西斯克港口，而且这个里海石油管线也要经过这个新罗西斯克港。根据当地居民说已有数十起爆炸事件报告，并且可以看到多处大火，包括在船只泊位区域。也就是说恐怕有黑海舰队的这个舰艇遭到袭击。2025年9月24号，乌克兰海军无人艇袭击黑海的叫图阿普谢港石油装载码头，当地市民记录下无人艇突破俄军轻武器拦截，成功暴击图阿普谢港的瞬间。这个图阿普谢港位于黑海东岸，是俄罗斯重要石油输出港之一，是格罗兹尼至图阿普谢输油管的终点，就是从高加索运往这个黑海，走的是图阿普谢港。仅在2025年3月，该港石油出口量达到80万吨，这可能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袭击俄黑海港口石油出口设施。作为俄罗斯南部石油出口的主要枢纽，袭击可能会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图阿普谢港的油出口地主要是土耳其、大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这个东南亚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乌克兰实际打击这些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码头那跟制裁是差不多乌克兰的无人艇、无人机大白天的攻击俄黑海舰队的基地新罗西斯克港，俄罗斯居然没有任何防御能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挨炸。由于这个乌军的无人机打击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在黑海的另外2个主要石油港口也暂停了油轮装载，这些港口每天出口超过200万桶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石油，是全球石油供应的关键。克拉斯诺达尔输油管道和谢斯哈里斯石油管道因无人机袭击威胁暂时停止油轮装载。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报道他说石油仍在流入克拉斯诺达尔输油管道系统，因此暂停可能是暂时。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泽连斯基这个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了会晤。这个刚会晤完呢，俄罗斯的这个叫这个新罗西斯克港还有这个图阿普谢港就遭到打击，这个克拉斯诺达尔输油管道以及谢斯哈里斯也是关闭停止油轮装载。公开报道显示由于炼油厂持续遭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燃油短缺困境正在加剧，远东和克里米亚成为首批汽油短缺地区。现在油荒正在迅速扩散到更多地区，甚至波及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包括卢克石油在内，俄罗斯的大型能源供应商正纷纷采取行动限制汽油销售。这个俄共现在也开始不满了，这个就是批评普京冬天出门不戴帽子，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这个俄共他现在也开始牢骚满腹公开表达对燃油短缺的不满。他们说石油越来越便宜了，汽油却越来越贵了，这是叫牢骚满腹石油为什么越来越便宜又卖不掉，而且限价。汽油为什么越来越贵被乌克兰人炸的，炼油厂都已经停工了。这个导致什么金融时报说8月份至今，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38家大型炼油厂中的16家，导致炼油产能大降。但相比汽油，柴油的生产要好一些。俄罗斯炼油厂努力生产更多的柴油。对正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来说柴油要比汽油更重要。俄罗斯燃料严重短缺约360个加油站因燃料不足而关闭，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南部的燃料短缺最为严重，加油站数量减少了14%，在临时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减少了近一半。战地记者报道，多个地区出现燃料危机和燃料销售限制，燃料供应中断影响了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梁赞州、夏诺夫格勒德州及其他地区。
区，原因就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对炼油厂的打击。俄罗斯博主啊直播加油站只剩下柴油可以加，很快啊柴油恐怕也加不了了。很多俄罗斯人发现啊大量的油罐车啊驶向新菲罗波尔和其他克里米亚主要城市紧急运油啊。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我们先说说土耳其，这个土耳其总统啊埃尔多安，他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大的时候啊，好像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埃尔多安说啊，他说我不相信乌克兰战争会很快结束，这不是世界的好消息，也就是说这个战争暂时还结束不了。乌克兰和俄罗斯都遭受损失，但俄罗斯的损失大幅上升。这个是埃尔多安的判断啊。这个埃尔多安又说啊，乌克兰在经济上无法与俄罗斯竞争，他说欧洲也不会无限期的支持基辅，但我希望欧洲继续支持下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埃尔多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一个俄乌战争恐怕还要打下去，第二个呢，欧洲这个恐怕很难无限期的支持基辅，但是埃尔多安希望欧洲啊要继续支持下去。然后他说啊，俄罗斯的损失大幅上升。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啊叫安东尼奥·科斯塔，他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就称赞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中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个科斯塔和埃尔多安会晤期间啊，称赞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中为支持乌克兰所发挥的作用。科斯塔表示，此次会晤富有成效，并指出土耳其是支持乌克兰的重要伙伴，积极参与意愿联盟的相关行动。这个大家恐怕都知道啊，这个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呢，可以说是脚踩两只船，一边跟乌克兰这个积极支持，一边跟普京啊也是眉来眼。但是大家都知道的，土耳其和俄罗斯是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俩人眉来眼去，纯粹是跟这个大国和俄罗斯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这个埃尔多安呢，他一边跟普京眉来眼去，一边毫不含糊的支持乌克兰，对吧？在背后给普京使绊子，对吧？比如说那个叙利亚变天，这个就是给了普京一记窝心脚。又比如说这个阿塞拜疆倒戈，对吧？阿塞拜疆现在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这个恐怕已经大家都叫人尽皆知了普京也没有办法。那这背后恐怕都是土耳其没有人比土耳其更希望把俄罗斯赶出黑海。我想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他们为了黑海，为了克里米亚，那可是打了300年吧。所以说这个土耳其是坚决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这个土耳其的国防部长在这个克里米亚峰会上说安卡拉也就是土耳其从未承认俄罗斯对该半岛的吞并，并始终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这个土耳其国防部长叫亚沙尔·居勒，在讲话中还提到保护克里米亚鞑靼人权利的问题。部长强调，克里米亚鞑靼人自古以来就是乌克兰多元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为实现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我们再看条新闻根据媒体报道说波兰正在准备修改其海外军事单位部署法，以使其军队有权在乌克兰领土上击落俄罗斯资产，包括无人机甚至导弹，而无需事先获得北约或欧盟的批准，对吧？这个先把法律改了。这个波兰一直主张在乌克兰西部设立禁飞区。波兰人呢也很梗你看这逐步朝这个方向来，先把法律改了，改完之后后面恐怕就要实施。既然特朗普都已经说了俄罗斯是纸老虎，那你说欧洲这些国家还不赶紧就顺杆就上？这个特朗普似乎正在欧洲启动核力量演习，这是媒体报道说以回应俄罗斯挑衅。据记录，美国空军 B-2A 幽灵远程战略隐形轰炸机飞越大西洋飞往欧洲。与此同时，法国正在进行核打击演习，而美国海军 E-6B 水星机载核指挥所和通讯中继站则驻扎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这个恐怕是为了回应特朗普这个普京他最近不是部署这个核武器嘛，对准欧洲这个特朗普和法国立马做出回应。还是这个金融时报报道他说特朗普对乌克兰战争言论突然转向后，欧洲官员担心这是一个圈套，意在推卸责任。这个欧洲官员担心特朗普在最近乌克兰问题上的言论意在给他们设套，定下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旦乌克兰在战场上失利或资金耗尽，他就能将责任推卸给欧洲。在数月敦促乌克兰与莫斯科达成和解，
解、放弃被俄占领领土之后，特朗普本周二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乌克兰可以在欧盟帮助下战斗并收复全部领土。这一表态令欧洲各国首都震惊。尽管特朗普的新立场在一些方面受到欢迎，但多位欧洲官员认为，他实质上是在把乌克兰的防务的责任推给欧洲，而且还给了欧洲难以达到的期待。波兰总理图斯克周四公开警告称，特朗普出人意料的乐观背后隐藏着减少美国介入，把结束战争的责任转移给欧洲的意思。这个特朗普本人呢，在联合国他也对马克龙说他说没有想到自己和俄罗斯关系如此铁，他跟普京是好朋友关系非常好互相欣赏对吧？普京表扬他是最多的，对吧？这都是这个特朗普的口头禅然后特朗普跟马克龙说我跟普京之间的这种纯洁的友谊竟然毫无意义，说白忙活几个月，俄乌冲突仍然没有解决。咱们早就说了特朗普那两把刷子对付一下这个柬埔寨和泰国，对吧？什么刚果、苏丹，这还可以连哄带吓，然后再给点粮食，或者再给个什么关税战的时候客气一点，手下留情一点，这些国家马上就没办法，就同意了。他那一套在俄乌这一块根本行不通没有人鸟他。正因为这个现在在战场上乌军是越来越顺利，在这个外交上，对吧？这个援助是越来越多，政治上现在局势对乌克兰也是十分有利。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在泽连斯基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泽连斯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正面警告俄罗斯必须结束战争，否则你最好知道你附近的防空洞在哪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俄罗斯不结束战争，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应该确保他们知道最近的防空洞在哪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俄罗斯已经炸了乌克兰的政府大楼，所以说乌克兰炸俄罗斯的政府大楼，炸克里姆林宫，这个都是叫礼尚往来，你做初一我做15，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就这么讲。这个泽连斯基还说他说特朗普明确支持他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和军工厂的目标。他还表示，如果乌克兰从美国获得更多远程武器，我们毫无疑问将会使用。这个泽连斯基说他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申请了一种非常厉害的远程武器，并且特朗普总统表示可以考虑。所以结合这个泽连斯基，对吧？让俄罗斯这些官员呢，就五夫一娃一精找好他们身边的防空洞做好准备。那恐怕美国人提供的这个大杀器也有可能就是钻地弹。9月20号，泽连斯基他还是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俄罗斯同意3到6个月的停火，就是俄罗斯只要同意停火时间够6个月那么泽连斯基就要在乌克兰推动选举，支持按照乌克兰宪法和乌克兰法律进行选举。那有人就说了，那你这泽连斯基还不就是想跟普京一样耍个花枪，到时候高票通过？错了，泽连斯基说了他不参加选举。大家看视频。 So do you commit that if tomorrow President Putin agrees for a ceasefire of 3 months, 6 months, whatever, you will push forward to go for elections in Ukraine? Yes. And do you see yourself, after the war is over, staying as Ukraine's president also in peacetime? Or are you going to say, I served my country at its most difficult moment in history, and now I'm stepping down? If we will finish war with Russians, yes, I'm ready not to go, because it's not my goal, elections. I wanted very much in a very difficult period of time, be with my country, help my country. Yes, that's it, what I wanted always. My goal is to finish the war. 这个泽连斯基说他的任务就是结束战争，他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我在想，这黄俄怎么说呢？黄俄一直说他是美西方的傀儡，对吧？帮美西方打仗，不惜让乌克兰人死到最后一个人，给美西方当枪。黄俄说泽连斯基必须练拳，他一旦离开总统位置，他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不知道这回黄俄怎么解释。黄俄一定说泽连斯基没有了利用价值，被美西方果断抛弃，对吧？我已经帮黄俄想好说辞了美西方榨干了泽连斯基的这个最后一点贡献，对吧？泽连斯基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泽连斯基根本就不敢参加选举，因为泽连斯基对乌克兰人犯下了罪行，恶行累累，罪行累累，他选也选不上。不知道黄俄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或者说泽连斯基，对吧？通过这3年的战争，早就捞饱了，早就赚得盆满钵满，钱已经润到美国或者瑞士、法国。这个黄俄最不理解的就是，对吧？黄俄能割
割让160万平方公里土地都不在乎。泽连斯基为什么要反抗？有什么好反抗？难道不知道俄爹是反美吗？跟着俄爹一起反美多好啊，快活乐无边。泽连斯基啊，这就叫事了拂衣去，身残身余。路透社报道啊，说欧盟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高达1300亿欧元的赔偿贷款。该机构表示啊，最终的融资规模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乌克兰2026至27年需求评估后确定。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乌克兰不是开出了这个2026年的这个资金需求吗？好像是1200亿还是1300亿？乌克兰说我自己只能解决600亿，还缺600多亿。那个欧盟的意思是，反正2026年、2027年，对吧？缺多少钱已经给他准备出来，对吧？只要你开钱给你准备好，那这个钱谁出呢？最终还是俄罗斯出。报道指出，该贷款旨在帮助基辅资助国防，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根据和平协议支付赔偿后，才需偿还贷款。这个模式我在以前节目已经介绍过了啊。最后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啊，这个俄罗斯不仅全国多地面临油荒啊，缺油，俄罗斯财政困难，那也是现在是显而易见。连特朗普都认为俄罗斯啊已经遇到经济困难了，不是越打越有钱，对吧？怎么还有人认为打仗越打越有钱呢？这都什么脑子呢？想出这个，这回盖不住了啊！俄罗斯财政因侵略战争枯竭，普京被迫再次加税。由于乌克兰战争拖累经济，俄罗斯政府宣布计划将增值税税率从20%提高至22%。此举违背了普京去年做出的2030年之前不再加税的承诺。普京已经承诺了啊，他这个去年刚当选之后啊，第5次连任，然后人家为了这个普天同庆啊，已经承诺了啊，永不加赋。现在没办法，也要加2个点，这2个点就是污想啊，没办法，要加征污想啊。俄罗斯财政部周三表示，计划将增值税提高2个百分点至22%，这是一项3年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填补公共财政迅速扩大的缺口。去年增值税占政府总收入的15%以上。加税计划出台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普京啊与俄罗斯是一只纸老虎，并表示俄罗斯正陷入巨大的经济困境。这个俄罗斯央行啊已经将俄罗斯2025年的这个 GDP 啊由2%下调到1%。实际上啊1%也不一定能达到。现在这个战争的天平啊正在一点一点的倒向乌克兰。咱们昨天就说了，在战线上现在谁也不能取得明显的优势，就是谁也不能把谁啊突然就打崩溃了，在这个战线上，所以双方是焦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是看谁扛揍。那乌克兰不要紧，对吧？你随便炸，人家欧盟啊钱都准备好了，明年后年的钱都给他准备好了，所以对乌克兰的打击可以忽略不计啊，只是消耗俄罗斯的这些战争资源。但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打击的都是钱袋子，对吧？它的石油出口和这个炼油厂，再这么炸下去啊，俄罗斯恐怕连维修都是个问题。炼油厂的设备它很难进口，这个对石油码头那个石油管道的打击，这个油价的上限是$47一桶，再配合上这个欧盟啊、美国，对吧？这种各种制裁层层加码，这俄罗斯的经济啊终有崩溃的那一天，或许就是一夜之间啊突然崩盘。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